清水。在苏州枫桥境内有一座山，此山原本荒芜，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每次必到寒山，并在山上题字，后石刻遍布山岭，成为一处名胜。寒山海拔99米，在天平山西北路与知行山之间，属知行山向西南延伸的小山，原本荒芜。明代胡印里《寒山记》载：山不知何名，字亦寒，而悲之至之，字凡夫时。凡夫是晚明高士赵一光，买下此山，驻营葬父，提了山名。他利用风蚀山野的自然景观，自辟岩壑，叠石造园，凿山疏泉，构屋筑室，将一座无名荒山打造成了吴中盛场文化圣地。寻找摩崖石刻，在山间丛林徒步比较辛苦，还不容易找到。清乾隆帝六下江南，到吴中西部山里游玩，每次必到寒山，以此表示对前贤赵一光的欣赏。苏州地方官要在寒山为皇上建行宫，赵一光后意献出寒山别墅，修整一新，并予以扩建，尽显皇家气派。于是寒山又有了皇宫岭这个称呼。摩崖石刻是寒山的瑰宝，是古人书法作品留之永久的最好形式。摩崖石刻犹如一颗颗灿璀的明珠，无疑是为寒山文化内涵增加了一块重量级的砝码。保护珍贵的寒山摩崖，善待原生态文化遗迹。苏州寒山岭在天平山西北，西连龙池，山与华山相接，石壁峭立。寒山岭润水茶回，山径盘旋，风景幽绝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四周山峦道蜿蜒如螺旋。乾隆帝下江南时，沉醉于寒山岭自然风光，多次游览题诗。寒山岭法罗寺内仍有多处保存完好的摩崖石刻，其中就有乾隆帝御笔所书。
寻找摩崖石刻，还可以顺便欣赏寒山景观，就是有千尺雪、听雪阁、云中庐、潭关市、惊鸿渡、圆云楼、飞鱼峡、池烟驿、城怀堂、清辉楼诸胜。